是因为我们在今年的会员合会我们两堂合在一起。记得在春节的时候，就看见我们教堂恢复了3年前那个时候的一种热烈挤满弟兄姐妹。那今天是合会，今天一起合会我们每一个会员都很专注、很在意参与这个聚会，是两堂合在一起。我们1年大概没几次那是我们建的这个礼拜堂显示它的一个容量最好的时机了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聚集，我们今天要一起敬拜神，也一起来开会员合会很高兴我们2堂礼拜弟兄姐妹大家在一起我们给隔壁祝福请安一下愿神恩典跟你同在，好不好？好。上个礼拜呢，在美国有一间大学叫做 Asbury 的大学举行一个复兴特会。那圣灵同在他们已经经过了130多个小时，没有间断在那边聚会，在那边诗歌赞美。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很特别，因为大学本来就是一个学校嘛因为举行那个大型的这个特会，那大家圣灵降临的时候，大家在那边祷告、诗歌、敬拜，一直没有停止。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3年的疫情给我们很多的打击，在经济、在交通、在旅游在健康都受到影响。所以当疫情来慢慢解除、消除的时候，很多人好像那种内心的爆发力出来了，那种热情又恢复了。但是什么样的热情让我们能够走向一个神所祝福的道路？这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时刻，因为你自由了，我也自由了，谁都一样的平等但是我们要抓住那个美好的应许这是咱基督徒上重要的时刻咱今日遐尼多的兄弟作为主金我看真侪同工拢在带座位啦因为咱拢坐满满，较早咱拢有时坐一个让一个安尼放物件好放不过其实这个是才开始，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这个礼拜，其实我们如果要达到现在很多教会你知道吗？要来做礼拜要排队，你知道吗？要排队才能来得及进场慢来了就没位置坐，用站的或者坐在阶梯。那是因为不是这个场合有什么大明星要表演什么这个大的演唱会，是因为众人渴慕才会有这种现象。期待我们今天是会员合会，我们也借这个一个新的开始，也好足2年3年的时间，我们一起通过神的话，等一下我们有各单位的报告，能够看见神在我们当中许下的恩典还有旨意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做祷告，再来分享。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用你的话语来彼此勉励。主上帝国的国度就像一颗芥菜种，它要在泥土里面长大成树，甚至有飞鸟来栖息。主我们的教会就是神国度的一个种子。主，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差遣，你的器皿，让这一颗芥菜种成为大树，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你的子民在这边得到安息，得到激励，得到造就，得到生命的滋养。我们要用你的话语来彼此勉励跟祝福，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咱听台语的拢伫咧看新闻看电视，国语拢听有啦但咱在座有一寡
有一寡咱的兄弟吼，伊较无方便听台语，听无介有吼，所以牧师呢，用华语多一点哈，请大家习惯哈，习惯牧师的双声带哈。牧师讲台语是较顺啦，讲国语吼，有人讲台湾国语安尼吼。不过听懂就好，听懂就好，因为圣灵要告诉你的话比较重要哈。好，为神国谋大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非常的奇妙哈。因为台语的部分我们已经练了哈，我们要用华语的来练了哈。那耶稣在跟门徒讲话的时候，讲了这段很特别的话。他说：“我郑重的告诉你们，郑重哦，表示非常正经的，不是随便讲的。信我的人也要做我所做的事，甚至要做更大的，因为我到父那里去。”这句话有很多含义的哈，圣经的解释非常的丰富，但是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说，耶稣很郑重的、很严肃的讲。你们信的人要跟我一样做我同样做的事，那到底做耶稣什么事呢？这是一个点。第二个，不只是做耶稣做的事，而且要做更大的事。有时候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会不会是当初翻译圣经的人翻译笔误了？为什么我们怎么敢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呢？这个是我们第二个重点。但是第三个重点是因为耶稣说：“我要到父那里去。”表示他肉体的这个呈现在这块土地，在这个世界，他已经要完成他肉体在上帝国他的道成肉身要做一个阶段结束了，再来的任务就是交给这些门徒了。这是耶稣讲这一段话。那为什么要做更大的？很多人会不同的理解了哈。但是我们如果说耶稣是道成肉身在世界所做的工作，他等于是一个人做的事情，他其实是在做典范，他在做示范，在做示范。我按怎做，你就对我做。我一个尔，恁遐尼多门徒，当然恁做的代志会做比我较济，而且你会当试过去。所以耶稣是安那伫上天进前讲，你爱去普天下啦，普天下传福音，那就是要执行耶稣所交代的，做比我所做更大的事。这个是这一句话给我们最大的亮点跟亮光哈。耶稣呢，为了讲这句话，他重复了2次。他说：“你们奉我的名。”14节又讲一次：“你们奉我的名。”我们最近不是很流行说很重要，要讲几次？讲3次哈。那耶稣讲了2次，已经很重要了。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一定成全。”换句话说，你所做的，你是符合神的旨意的。就像下面一句说：“你们若爱我，凡是用为神的圣工、为神的国度，或是为神的福音，你只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就要成全。”然后是为了要使父亲的荣耀借着儿子显现出来，因为主耶稣亲自在门徒面前显现，而且对他们讲话，做他们的老师，而且带领他们一起传福音，传扬上帝国的福音。所以所完成的事是为了荣耀上帝。连续2次重复哈。然后他讲了这段话说：“你们若爱我，要遵守我的命令。”那后面这一点，就是耶稣说你们会做比我更大的事的一个根据啦。我们说好啊，我来做啊。比如说爸爸叫孩子去做这件事情，你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做更大。如果做一样的事已经很好，如果做更大，捅了楼主怎么办呢？做错了怎么办？对不对？耶稣没有那么样的大条筋呐。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是因为我要求父亲是给你们另一位慰助者，永远跟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灵。”那把这段话连接起来就很清楚了。耶稣说：“你们能做比我更大的事，因为我要离开了，我要到父那里去了。你们的任务是我交给你们的，你要去做，但是你们不能凭着蛮力，
凭着一股热诚啊，好像那个乱撞一样啊，一头牛乱撞，不是，是因为我要求神赐给你们一位真理的灵，借由圣灵，你们就能够继续做我要你们做的事，而且做得更大。感谢主，因为这样的凭据啦，因为这样的应许，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一个亮点，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都是耶稣所讲的，你们要做我所做的事，而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那我们看到另外一段经文，其实是同样类似的，就是保罗所做的宣告哈。等一下我们那个大纲会再重复一次。那以弗所书1章17到18节，保罗这样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把圣灵赐给你们。这句话就是跟刚刚耶稣所说的，主耶稣说：我要求父赐给你们一位慰助者，就是真理的灵。保罗把它讲得更清楚了。他说：把圣灵赐给你们，那赐给你们干嘛？圣灵会给你们智慧，启示你们认识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要认识上帝，不是平白天马行空乱想乱编造用自己的想象编造，而是因为圣灵要给我们智慧，然后让你能够认识神，那个是最重要的关键。好，那他又这样子说我也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我们基督徒在台湾这个社会，我们常讲心眼好像都是不好的，对不对？这个坏心眼，死心眼。所以心眼是一个引导你动作的一个关键，对不对？你心中的看见会影响你作为嘛？你如果是死心眼、坏心眼，那就做坏事或是不做事。但是保罗说要开启你们的心眼，让你们看见好事。什么事呢？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原来这个心眼是有好心眼的而且是属灵的眼睛生命的眼睛，圣灵所开启的眼睛，会看见神给我们的盼望。而且还有一点更重要，他说看见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多么的丰盛。换句话说，每个基督徒，只要你的心眼被圣灵所打开，你是一个富足的人，你是一个生命丰盛的人，你是一个丰丰富富得着神产业的人。这是为什么我们称我们一位富爸爸的意思啦。那是神给你的，是神应许你的，但是你要心眼被打开，圣灵开启你的心眼。感谢主，借着这两段经文，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两个段落。第一个，主耶稣他宣告上帝国的主权，怎么宣告呢？耶稣向他们宣告说，刚刚我们读过了，我郑重告诉你们，信我的人也会做我所做的事，甚至更大的，因为我要到父亲那里去。而且他2次的应许说，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必给你们成全。我要使父亲的荣耀借着儿子显示出来。换句话说，神要给我们应许跟成全，需要让儿子在地上所讲的，神应许了，然后让上帝得荣耀。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circle，一个流程哈。那主给我们赐下圣灵，那叫我们怎么做呢？第一个，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这个是前提。你不能说随便讲我就是要得到，但是你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然后又要跟神要什么？前提是遵守命令。第二个，主要祈求天父赐给另一位慰助者，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那基督徒呢，最大的一个确信，或是最大的一个安稳，就是说，你无论到哪里去，奉主的名求，圣灵就跟你同在。圣灵是永远陪伴着你的，只是你有时候疏忽了、恐惧了，或是忙碌了，或是不在意了，
你不感觉圣灵跟你同在，圣灵在你旁边，你都觉得他不在你身边。这个圣灵是谁？就是真理的灵，让你明白神话语的奥妙。那我们刚刚读的第二段经文，就是保罗宣告圣灵得到了要我们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再复习一下，说第一个是求荣耀的天父上帝把圣灵赐给你们，是求荣耀的上帝哦，而不是随随便便圣灵是随便来的，是上帝应许的。第二个，圣灵会给你们智慧，启示你们认识上帝，让你们有那个能力看见神。所以基督徒最大的恩典是你认识神呐。那是圣灵给你的力量，给你的智慧。第三个是上帝要开启你的心眼，知道什么呼召得来的盼望是什么，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多么的丰盛。那这是两段经文，我们一起用一个简短的时间来学习。我期待，因为今天要开和会牧师没办法把圣经的经文拆解得更仔细，或是更多啦，或是一些例证。但是我期待我们每一个牧区小组你们在小组聚的时候，可以把这两段经文再做更深入的分享，甚至一个实际的印证那就是会帮助这段经文给你更多的学习这样子。那我们因为有圣灵的帮助，主耶稣应许我们要做更大的事。那我们今天在会员和会的时候，那你会员和会的时阵，大家来互相勉励讲，咱为着上帝国来做大事。因为耶稣讲你要做大的事不是凊凊彩彩有的人安尼也无计划，也无准备安尼若讲懵安尼黑白懵啊到最后未收拾啦未收拾就只好收拾的，因为你无计划嘛。而且做这个大事到底合不合神的旨意呀？但是我们要做的是符合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做神国的大事。那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的宣告是什么第一个，主耶稣的宣告就是福音的宣告。他跟我讲说，你要做跟我做一样的事你要做更大的事。到底做什么大事？其实就是福音的工作，也就是上帝国扩展的宣告了。扩展的宣告。弟兄姐妹，大家如果稍微对整个世界的这个福音工作有稍微一点概念，你会发现说，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年代感觉起来世界很混乱，对不对那中国呢，从共产世界统治以后，中国很多苦难一直出现呢。但是神在工作，在那种最艰难的时刻也同样在工作。所以很多这个基督教学者在研究在这几十年来，基督徒增长最多的就是在中国，因为它不是公开的统计啦，但是至少已经增加有1亿人以上的基督徒。那更不用说在非洲、在南美洲，包括在亚洲、韩国包括我们台湾。这个上帝国度的开展是用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在扩展。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世界很多灾难、战争，很多人为的罪恶在进行，但是神也没有放弃他的工作，没有停止他的工作，而是一群委身在耶稣基督这个天国宣告的人，在最艰难的环境仍然是做比耶稣更大的事。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应许。所以我们不要被世界这些混乱、战争、一些不好的消息遮盖住了，已经打击了我们的信心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也同样的意思，3年来的疫情让我们觉得说上帝你在哪里为什么会让我们遇到这么样的灾难？其实有时候灾难是另外一种应许，一种恩典。灾难是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渺小、谦卑，然后在神面前认罪。神就会在认罪的点给你新的力量。那所以基督徒，我们说要为神国谋大事，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要更多的基督徒委身在宣教。较多兄弟，你勇敢为主传福音就对了，无论得时不得时啦。然后
教会得复兴，城市福音化，这是耶稣所做的宣告，给我们的一个努力跟祝福。弟兄姐妹，我要讲一点我们的教会的一个渊源历史了哈。在20多年前，我们的教会长执会在1999年，那个时候我们在开那个年度事工研讨会，那个时候刚好有一本书出来，叫做《直奔标杆》。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教会在寻求突破，那有这本书，而且在美国已经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热门哈，我们就读了8次读书会。那个时候20多年前，就是我们现在的长老这一群人，当时是年轻人社青他们对新的东西接受力很敏锐，所以他们就发现说，这个也许是神给我们一个信号，我们要努力来突破。借由华理克牧师这本《直奔标杆》，我们就看到神在我们教会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换句话说，这本书有一点类似点一个火，但是我们很多人把它看见了，我们很多当时的同工看见了，觉得说这是神给我们教会一个很好的像一个蓝图一样。那就后来过来的2000年、2000年以后这段前面这10年，我们教会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2003年，我们的蔡牧师来这边牧会。那这一群当初领受这个直奔标杆的一个概念的弟兄姐妹，进入到长执会，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一样的改变从小组，从华语礼拜，从我们的侍奉团队，从我们的建堂，就一件神就给我们开路了。感谢主。那这本书到现在还在再版还在再版，这个是第1版的这个封面，那现在改成这个版面比较清爽一点那直奔标杆到底在做什么？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还没读过，但是很多已经内化成你的一个重点了这本书就是华理克牧师在他的事工理念，在南加州的马鞍峰教会，他迅速增长的一个印象这个是马鞍峰教会这个是已经后来才改建好的一个会堂。不然早期呢，他们是因为加州比较少下雨，所以他们只要做帐篷式的那种加强型的帐篷了它就可以当礼拜堂。那牧师跟谢牧师也曾经去参观过。后来这个教堂是他们所盖的一个固定的聚会的一个会堂这个是华理克牧师他们夫妇。那我看到去年呢，他已经宣布说退休了你如果在电视上看到华理克牧师，哇，比牧师胖1倍很胖原来我看到他的文章才知道说，华理克牧师不是贪吃不是吃就是故意那么胖，原来他有生病有生病吃药的关系因为他也得到一种很特殊的罕见疾病他知道说在这个疫情当中他必须要交棒。他的身体是好像他自己讲说，在身体上好像有一根刺。他的身体那种因为我不是医生，他讲的意思是说，类似他如果在台上工作讲道都很好，但是一坐下来休息或是躺上床，他就会像帕金森症一样，没有办法控制，而且会睡不着。他知道说这样再熬下去会影响身体，也影响工作，所以就在去年正式宣告，有新的一位牧师来接棒了。他在那边从开拓到退休40几年，不过他没有这样就放弃他的工作，他还继续做国度宣教的工作了那这是我附带来说明一下。那华理克牧师呢，他给我们的一个学习，当时为什么对我们教会有这么大的冲击不是说这本书到底有多大，是因为在那个时机点，让我们找到一个扩展的方向就是直奔标杆标示着目标导向。
我们要朝着一个目标，然后我们用尽各种办法把它完成，而且这个目标是神给我们的目标，不是你乱架的哈。就像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牧师用这个开始做第一堂礼拜的时候，跟我们讲的就是用箴言29章18节，有清楚的意象，一个国度的意象，这样的意象造就了马鞍峰教会成长。他们是第一间他们为5万人洗礼的教会，5万人透过马鞍峰教会得到就洗礼，再加入这间教会。那他们有2个非常让人家印象深刻的，也让我们富强教会得到很多学习的，就是他们的信徒灵性造就系统非常的严谨。记得当初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人就刚好因为我们台湾对棒球很热诚嘛对，就爱怕棒球就对了，野球啦。马鞍峰教刚好他们就用这样呢，就是跑垒的概念，1垒、2垒、3垒、本垒，那中间投手。那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你真按受洗了，你就从得分了嘛，就跑1垒，就是先要做门徒的基本信仰的认识开始，把基本的门徒的概念或是圣经的教导都学习好了，就是1垒的概念。那第2垒的概念是什么？我要开始服侍了嘛，要学习各样的装备，所以就跑到2垒，是教育事工的这个造就。那到3垒是什么？就是成为同工了。3垒就是要大家成为干部了，同工。然后最重要，你跑到3垒还不算得分，有人是在3垒被封杀掉，或是被刺杀掉你要得人如得鱼，你要领人归主，所以才会得分嘛，所以跑回本垒这样子。那中间那个就是敬拜跟神的话语，投手这样子所以那个概念让大家很清楚、很简单，因为我们台湾对棒球很热诚嘛所以给我们教会很大的学习那感谢主，虽然那个时候牧师不在这边，但是我在看我们教会的周报啦，看到我们教会的各项事工报告，我觉得说感谢主，神的恩典在我们富强教会开展。今天我们看到一间新的会堂在这边，今天我们看到能够有300多位弟兄姐妹在这边坐着。其实1999年那一个开头是一个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信号那第2个是我们也学到了，就是马鞍峰教他们有一个非常活泼多样的礼拜。刚刚我看到咱2场礼拜做合作的敬拜单带咱敬拜的时候足侪人感觉足欢节的有那一种诗歌的奔放向神敬拜那种喜乐。我记得马鞍峰教会他们的敬拜不只是一群非常甚至是有职业水准的一个敬拜团他们甚至还有一个事工，就是专门有人为他们自己教会的敬拜作曲的作词作曲的。那这些我觉得我们教会从他们那边得到很多启发跟学习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举行合会，我们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去年年底我们的中会介绍了我们一本新的书，叫做复兴教会复兴的4个关键密码，而且他希望推动各教会长职同工一起来阅读。换句话说，20多年前的直奔标杆，20多年后的教会复兴的4个关键密码，他在告诉我们是呢，牧师今天没有办法一一述说，只是让大家知道说，再给我们一个新的刺激点就对了，也给我们一个新的提醒这本书那牧师有先分送给长老来阅读了这复兴的4个关键密码是什么呢？它就是也不是说新的东西，而是重新做整合组织，而且经过很严谨的研究对美国很多复兴的教会他们成长的要素把它凝聚起来的。而且这本书有一个特别的背景，他们是属于我们台湾也有了就是安息日会的系统，他们是用安息日在敬拜安息日他们的那个文字事工做得很好他们的那个医疗事工也做得很好
然后他们就是这些研究者去收集教会增长的经验，然后对教会做一点比较深入的研究。换句话说，初代教会有4项重大的教会成长复兴的关键密码，他们就把它引用，而且加上现代的研究，就是成为这本书。他们探讨成长因素跟实施实际的建议给各教会。那所以很多教会他们就运用一个读书会，大家一起来研究研讨他讲的这一些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们教会一个养分。所以借四个关键密码来鼓励教会见证，还有确实可行的方法得到帮助所以这本书呢印得蛮精美的他说在帮助教会的门徒经历个人跟群体的复兴，最终在传福音的各样事工上能够强有力的发展。那到底4个密码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有这4样的标题啦牧师做简单的介绍。第一个就是它4个复兴的密码，第一个就是卓越有成效又赋能赋能的意思比较新的名词就是 empower， 就是我们得到能力来做神的工作这个领袖当然这个领袖不只是指牧师啦神职人员，而是这一群教会的领袖，他们是卓越有成就而且有赋能的，他们就是要装备激励门徒为上帝成就伟大的事。没有委身的门徒你说要做耶稣所做的事，而且做得更大，那等于是缘木求鱼，对不对？就是说咱要做主耶稣的工欢喜讲耶稣基督互阮有做你互阮伟大的代志你也无要训练，也无要造就你讲要做对来做不落来。第二个就是热诚且真实的灵性。每一个基督徒他必须要成为一个在生命当中被神的话语、被圣灵所充满的一个属灵的热诚以耶稣为中心的生活，对上帝的同在充满着热情，而且建立祷告的殿，这些都是在每一个基督徒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甚至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充满着养分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基督徒。这是第2个密码关键第3个是什么？委身且积极的平信徒，大家都愿意受动员，以神国的事为念。弟兄姐妹，我们这几年都一直在推动传福音但是我们现在是采用一种叫做所谓的幸福小组，但是其实不要误会幸福小组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方法有没有可能比较容易达到，但是并不限制说我用别的方法来传福音。我们有的小组更习惯做这个福音茶会，很多弟兄姐妹会到人家的店家跟人家聊天，聊一聊就带他来教会了。我们教会很会邀请，很热诚的欢迎新朋友来，因为他们来他孤单又不认识人，当你给他热情了，他觉得说今天教会是有温度的教会，今天教会是让我愿意委身的教会。所以什么样的方式只要是合神之旨意的，有出于爱的，那就是一个好的方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太拘泥于说牧师你怎么老是讲幸福小组，好像我没有参加幸福小组就不对，不是，是因为我们用各种方法，就好像我们在一个店里面有各种的菜式就对了，菜色就对了。有人喜欢吃碗粿，有人爱吃肉丸有人爱吃炒米粉，袂歹，拢袂歹，好吃就好，敢不是？那问题就在于说，你到底要端出什么菜了？你只讲空嘴薄记都袂使呢？你要拿出菜啦，那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委身在传福音，以神国的事为念。最后一个密码就是敬拜。所以我们教会呢，从去年开始呢，我们一直我们的敬拜团队非常用心他们一直在努力去寻找更多的一个小细节都不放弃啦，包括乐器器材，包括整个组织训练。那不是说精进你的技巧，而是让你在敬拜的时候圣灵的同在，让你成为神传递恩典的器皿。那这本书跟我们讲说，一个高举上帝的敬拜，
就会带来礼拜的更新，让每一位参加者同心敬拜，经历圣灵的同在的丰盛。那简单来说，弟兄姐妹，我们看见那这四个密码很简单。第一个就是有优秀的委身的领袖，对不对？第二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个生命的灵性存在。第三个是委身传福音的基督徒。第四个就是一个热情的敬拜，一个全心投入的敬拜，一个跟神一个神秘的一个连结的敬拜。弟兄姐妹，我期待我们会先透过我们这些侍奉同工这些领袖，我们可以用这本书来做一个等于是体检的意思啦。经过20多年了，一本新的书带我们看一看，说，我们从直奔标杆到这个4个密码，4个关键密码有什么样的改变跟突破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开会员和会，总会呢从2000年开始以前曾经要把它取名叫做会员大会，后来又把它恢复改成会员和会。这个小故事是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当时牧师也参与了总会一个叫做研发中心的一个讨论会。那个时候刚好在我们富强牧会，我就跟他们讲说，为什么叫大会呢？以前老一辈啦咱遮在足侪长辈牧师较早咱问讲，佮来和会，和会足好听佮和会就是一个和谐同心的聚会大会什么意思大会就是安尼，大家安尼骂来骂去相结迄个会员要争取利益的迄阵拄好，咱台湾无咧足侪民主抗争有无？足侪会员和会足侪会友拢有备而来呢就是要互你歹看，要甲你洗面，你敢知影？迄阵一站流行济啦拢举起来咧责备啦咱台顶工作的人无得到鼓励，所以互骂甲无一块好想安尼规矩卖卖做做甲流汗，互人嫌甲流烂卖做安尼啦。迄段有一段时间是安尼。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牧师讲说，我们不要让会有一种概念说，会员大会就是斗争大会，会员大会就是指责人的大会，会员大会就是一个感恩的大会是一个去年大家同心努力，即使我没有参与什么样的圣工，至少有奉献对不对？那这些事工1年来了，我们把它整理成一本手册，分给大家，大家一起来看，大家一起来当然要检讨了当然要看看说，那有哪些疏忽，我们钱有没有花在刀口上我们什么样的人力还需要增加，是要看见我们的不足啦，而不是看见我们的错这个指责人家的错误这样子所以期待今天的会员和会是一个和谐同工的会，是为神国谋大事的激励盛会。疫情明天开始，口罩会让放落来口罩会让放落来，表示讲一个新的时代来了。我期待大家戴口罩嘛是足健康的，拢无代志啦虽然你惯死挂，咱听讲足侪姊妹讲我足省足侪化妆品嘛是袂歹啦挂起来较袂定酷扫，拿后客啦不要紧。但是重点的意思是说，神给我们3年的考验，我们即将迎接一个新的时代。期待我们从会员和会开始。牧师最后要讲一句话，就是说咱的中会咱中会80几间教会逐年年初的时候拢会开这个中会。因为咱参加这个中会需要交负担金啦，你知影负担金负担金意思讲你这间教会你有偌侪会友你旧年奉献偌侪所以我就甲你扣偌侪钱通好中会要运转嘛要做事工的路用扣，我甲万族长咯，佮2个牧师拢做去开我就感觉足趣味，讲来甲研究统计一下我就发现讲咱中会80几间的教会80几间的教会，会友200个以上的啦，就是讲会友统计全年统计200个以上的，几间17间，17间偌济占无
细粉金的，这样没细粉，就是200人聚会的教会只有17间，那100人以上到199人的有15间。换句话说，我们台南中会平常在做礼拜100个人以上的才32间，刚好1/3。那更不用说100个人以下的100人就是有18、17、35、47间，100个人以下。100个人什么概念呢？就是说100个人的教会，如果要好好运作，你光请一个牧者，请一个牧师来牧会，就已经钱要用光了。那怎么宣教啊？怎么教导？怎么做事工？更我们觉得要关心的是，我们教会中会里面有12间教会是50人以下的，50人以下的聚会有12间甚至30个以下的安尼差不多有4、5间，表示讲。咱教会大间的大间，细间的真细间。因为咱教会中会内底有2间咱讲比较大型的教会就是大光教会跟天桥教会。大光教会甲天桥，因为因聚会人数拢500个以上的因为迄个年度的经费是2000万以上。但是咱富强教会咱嘛唔茫想过安尼感觉虚伪啊！咱教会排第3名。咱教会排第3名，全中会咱排第3名因为咱的会友数因为这2-3冬疫情啦，所以400个以上排第3名咱的经常费超过1000万，全中会敢若4间教会有超过1000万，咱是4间中间的1间排第3名，所以一方面我们又觉得自己。有神的恩典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但是我们这样满意吗？我们不满意，因为觉得我们还有很多优秀的门徒，你的工作还很多要让你去做更大的事。我们期待我们富强教会，不是跟人家比数字啦，而是认为说神给我的恩典，神给我的意向跟使命，我要再进一步，特别是在疫情过后，感谢主虽然排第3名，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努力还有待继续加强。期待我们今天的会员会每一个单位报告，你用一个态度说感谢主，这个单位有神差派的同工努力服侍了。那我能够加入吗？哪一个单位是我可以加入的服侍的？愿神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期待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的合会你不要提早离开。无论是你是会员，或是不是会员，或是慕道友，你都留下来。我们一起要把这些事工成为一个礼物，成为一个奉献给神的礼物。那今天的程序，我们说一个简单的修订，就是说牧师带领大家祷告之后，我们就要做奉献奉献了后呢，咱就一个简单的报告，教会事工报告了，咱就要来开合会，咱就要点名，迄阵咱再来吟诗安尼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准备下一阶段。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一起领受这样的祝福。不只是我们看见疫情要结束的曙光，而是因为神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要重新再起，我们又再一次领受呼召，为神国谋大事。因为耶稣基督应许了我们。信主的人要做耶稣所做的事，而且要做更大的事。这个更大，是因为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才有这个勇气来执行。神你把富强教会放在台南中会，我们看到在整个教士统计的数据，我们有很好的成绩，但是我们觉得努力还不够，我们还有很多需要突破的，需要改变的。需要更新的，需要成长的。神求你借这个会员合会，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知道，能够成为富强人是多么荣耀的事，能够成为富强人一起同工是更大、更大、更值得恩典的事。神让以下我们的合会有神的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同工所做的报告，成为美好的礼物，奉献在神的面前。
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咱将接束准备来收奉献，好。